而家新借百冇樓，而先接呢單就喺那少一份和平街嗰邊啊，過嚟。呢單嘅係開工第一日，今日係第3日啦，正月初八。之後一單就去龍城啊，48公里路。而家應該喺手機嘅網上網購手機。初七前，正月初七前咧，即係屬於越南法定嘅開工時。初七嗰日就係越南法定嘅開工日，即係休假日。邊個之前就係開工日，在初七之前走嘅話咧，就都係雙工嘅。初一前大多數網上買嘢嘅，買食嘅嘢多，食物多，個個都開工啦。都係有貨物交易啦，好似再上幾日就見嘅變性金鐘。人流都比較開始多起啦，因為各行各業都開始慢慢恢復正常工作啦。燈位四叉路位遠梯盒位，遠梯盒入應聲機港嗰邊。西大初七食雪，即係冇話休假啦，冇事嘛。你嗰邊度都可以有嘢食，有嘢飲。之後咧，新產啲商業業務又開始復工。預計仲有一小時喎，1小時喎。入隧道，過隧道，過寶劍隧道。隧道11點前到嘅話咧，11點後嘅話咧，車都買先攞呢個私家車。試聲係識抽風機。
因為好多我哋根本走過隧道嘅，有3個地方，有幾單我話撞過，好勁！有好多次係就咁樣地，就把喪一把手做過。向上爬，頭一段啊，向下試落去。入咗隧道就冇GPS 啦，4G 信號就視乎失聯。你至於5G 啊，唔知可唔可以你個信號可以穿透啲隧道冇啦，唔知啊，比較唔清楚啦。但隧道入邊就冇按照啲發射站，就要入咗隧道啦，發射道。好，出翻嚟。買機台就出到買機台啦。要38公里路。呢位向下翻手，着咗緊行李箱。等買機台2.6公里路，到直飛景。買機台條路幾好走。呢路又講落，曾經經歷過落雨，自己走過好多次，但係始終呢啲唔落雨係最好啦。呢條路真係有啲好動行動，因為我哋人要一定要記住人唔係錯呢個。即係個人同埋嗰個綠化方面啦，綠化比較好咯，所以係比較好亮嘅啲感覺。一落雨天啦，真係覺得睇到咗。有燈位啦。呢期有燈位喺度行街借咯，嘅床蝨椅，床蝨椅，床蝨。
嘅命令一條嘅堆堆，有一條咧舊嘅一隻鵝，有一隻大頭虱，呢個細頭虱。呢條大頭虱魚，有個細頭虱魚。用條語言嚟命名嘅條我家隻鵝啦，即係條都係細啲嘅，即係話佢唔係條魚細嘅，一樣塘虱魚，用塘虱魚個名嘅取。命名個橋，呢個細橋，嗰條大橋，啲時咁樣咯。好啦，咁入條飛機啦。優先轉右，優先右轉嘅。先路個燈個。加到燈位開，呢個綠燈都有差啲。我嗰邊有個土田嘅，呢邊啲水土田呢邊。呢條路走好多次都係好似街燈光好正。呢條地方好多地，係啊，搭就幾個。設施應該比較完善㗎啦，居住嘅人啊，可以上嗰啲先進嘅辦法。啲未完成，水。
電視佢開始嘅時候好似俾人傳入邊有啲飛問點解呢？好似冇乜入邊錢機。呢度都係永喜輪，有好多貨，有個貨櫃碼頭呢邊嘅嘛，有好多貨櫃出入，我哋走去入邊嗰啲機動車嗰啲咧，根據嗰個咩嘅指示，700米之後過渡輪喎，哇唔係啊，係過渡輪，根據個路線可以走去過渡輪呢邊。等，等等啲等燈位㗎啦依家，有一個原來有濱吉拉，係啊，粟米碼頭，哦，真係過渡輪嗰啲係今次。即係好耐冇過到呢度啦，6000蚊，有載人嘅8000，冇載人6000。或者單車啊就4000，等耐喎，又好多10年都冇坐得到啦。唔耐先，哇！幾時啊？上到渡輪啊，已經就位啦。哇！一指一數已經都有40年冇坐過渡輪。渡輪開始移動啦。賣咗對我啦，手環啦，佢哋自己話路程啦，佢哋自己嘅交貨路程。
等先，我喺度見啊，呢度有個路嘅過咗對面嗰邊岸。好，我哋走啦，住啦。769省路嘅叫，有咗10幾公里路，有條10幾個省路。50公里，呢條769省路，一係有呢一個人物個名，有你睇到。喺個特首嗰邊有一條街叫你睇到，呢度呢邊有少少商業經營，仲有一條比較直嘅。啲省路存在已經有幾十年啦，即係唔似而家公路咧，連開闢嗰啲新公路比較定啲，即係好蹬嘅。路況一般般啦。車少咗好多，即係你喺新公路度已經分擔咗一部分個交通個擠塞。有時唔係嘅話，呢啲路真係好塞嘅，啲山好細，個麻麻好突。你等咗3.6公里呢條769省路，就係依家叫做命名為叫呢條島路。喺呢個荒野地度買個方便先，因為仲有20公里路要走。啊，好啦，就咁樣啦，起程啦。路況比較好多啦，所以擴闊咗好多，啱收，我唔見佢啱收足喎，啱收足好嘅呢條橋。屬於769號省路嘅，一定另外一個林名你唔係啊？你睇到啦，呢個屈地站。屈地正，屈地正。呢個即係公路嘅，應該係啱新開嘅公路嘅，啲樹都係啱種植啫，呢個係呢啲柳樹，呢條路係啱新開闢嘅，呢條柳樹。好，51號公路。方方係你以前呢邊係有高嘅
對面路嘅應該呢件比較同埋沙。哦，哇！我明先。醫院仲做緊工程，等維修咗大200米嗰段係好完善嗰條路，有高架橋施工緊嗰條路，呢度呢邊落喺入邊就已經完成啦，呢條公路已經完成，街市已經做成，好嘅，有嗰度呢條路新路線嚟㗎，嗰個咩就知道我哋走。得，要翻歸啦。希望唔使過渡輪啊！好似一轉走啩，應該過吉拉渡輪。呢條靚養路，仲喺呢個都政府每日施工擴闊呢條路，喺路面呢個一般般啦。邊啊？再等5公里路。呢條路線真係自己走，呢架先走過嚟。希望唔使過渡輪啦，有指引自己其他路線。呢輪要等嘅太耐。嗰條黃花